電騙聲帶仍然未得，都係叫 AI 幫手。話說早幾日收到一個奇怪嘅 SMS，一睇就知有問題啦。本來應該直接刪除，不過我都係想睇下佢玩乜，所以同佢玩下。可能而家嘅騙案太過泛濫，只要有少少唔對路，都當咗佢係騙案先，戴定頭盔先啦。可能對方未必係騙案，但係睇落去你就知9成9係嗰樣嘢。個 SMS 係咁講嘅。你好，我係住你樓下嘅住戶周女士，夜晚成日聽到你屋企有敲地板嘅聲音，嚴重影響我休息咗。有問題加我 WA6750XXX 溝通，多謝你。個 SMS 都有奇怪嘅。第一，住戶係冇可能查到其他單位住戶嘅資料，就算要聯絡都會由管理處安排。第二，用 SMS 就有我電話號碼啦，直接 WhatsApp 我咪得咯。第三，香港人一般留乜乜小姐或乜乜太太，係極少用女士嘅。第四，香港人好少用溝通呢兩隻字咯。我已經諗好對策，跟住拎起電話 WhatsApp 佢玩下先。呢度補充一句 ，SMS 唔提供私隱控制功能，信息可能俾電信營運商記錄，並存儲較長時間，電話號碼直接綁定，容易暴露佢嘅身份。WhatsApp 提供更多私隱控制選項，例如隱藏上線時間、個人資料、照片狀態等，及用戶可以選擇唔公開電話號碼俾非聯繫人。我認為係一個釣魚騙案，佢想盜取你嘅個人居住資料。一般咧真係怕影響到人哋咧，都會話我冇發出，話應該唔係我，跟住話可能樓上傳去吧，我係幾樓等等。所以我專登報錯資料，睇下佢點答。我首先問佢邊一座，跟住我講咗一個錯嘅地址俾佢聽，跟住佢隔咗半個鐘先覆我，佢冇質疑我邊一座，淨係話12樓。跟住我問佢邊一座呢，佢就話佢係住 A 座，係冇3座。咁我就話佢搞錯咗，跟住呢，我俾翻個 SMS 佢睇。咁去拍門冇人應門，再問隔離鄰舍攞我電話，神經病！我相信好多香港嘅朋友都唔知隔離屋姓咩，仲要電話號碼都知道，黐線㗎！我出呢條片係想俾老人家睇，後生一定唔會中計，但係老人家特別獨居老人好容易中招，攞到你地址就去偷信，攞到你個名又有你 WhatsApp 就可以去申請好多嘢，做好多壞事，所以要注意個人信息嘅保護啊！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，你有冇遇過？對呢啲騙案嘅睇法，一齊分享一下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訂閱咗嘅朋友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會通知你。記得 CLS， 記得分享俾身邊嘅老人家睇。今日條短片去到呢度，多謝支持，世界和平，拜拜。